台湾历史博物馆目前正在进行国家漫画博物馆的筹备工作，对此也收藏了真侪台湾重要的漫画杂志。其中1960年代重要的杂志之一，就是画面当中的这本《王子》。背后上岸《王子》杂志的创办人蔡坤林先生也特别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参访，看到这个杂志，也让蔡坤林先生想到当初创办的故事，目屎拢要流落来啊！小爷也真感动啊，感动到要流目屎哈。佫想起古早啊创刊啊，迄阵啊，大家做伙拍拼遐老朋友吼，真侪人也无伫咧，这个情形哈。是《王子》杂志，差不多是1960年代真重要的一个杂志啦。啊，伊内容真丰富，主要除了故事以外，还佫真侪，是讲迄阵科学的知识，也是讲真侪各方面的一寡世界的一寡消息的介绍。啊，迄阵主要就是讲真侪少年的读者，对因来讲是一个。熟悉这个世界一个启蒙的一个读物。蔡坤林先生也是当初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之一。这本《王子》杂志出版的过程当中，伊也透过这本杂志支持了真侪政治的受难者、甲生活受影响的创作者，也让这本《王子》杂志唔只是儿童杂志，也是真侪台湾人的避风港。这个故事未来也会透过国家漫画博物馆来传承落去。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